哥，今晡日係哪位無爽快係麼？哦，那叫對上拜唱到過後，一路來就吃到團圓團圓。又會唱到呢？哎喲，佢就咩歡喜高調，一下無度好就唱到腳。原本那度牙奶嘅係愛帶五朋友轉來，佢日下面是係愛帶一個心球轉來咧。恭喜阿公哦，準備未到頭半樣嘅年紀哦。就係太歡喜嘅啦，啲仲加咩嘅下腳就挫傷嘅。阿哥，身體愛開生意地位哦。哎喲，也小可傷，冇要緊啦。阿哥，請問腳趾到唔爽快有幾多日嚟呢？大概嘢有3、4日嚟哦。又會拖到一下陣來呢？哎喲，前幾日嚟冇乜嘅相干，到就是真知道有一絲嘅團圓。阿哥，我同看一下，唔過愛記得小花講嘅，慢看唔當早看，早看唔當預防。我入邊有烏槍，阿哥冇發現嘿？就係安尼唔會痛，真唔知入邊有一打烏槍。好的啦，烏槍冇一發，佢要教本過一下，過幾日咧就會好咧。請問要找時間食血壓藥冇？我冇卡太舒服，但亦都係親眼感定我食藥嘅呢。唔是第一，我都要找時間食。安樣就好，健保卡同處方簽本，記得愛去藥師嘅片量藥高哦。人講3分食藥，7分調理，自家還係愛多保養哦。好，什麼注意麼？